恭喜發財，我係 Jam，歡迎嚟到我嘅星球。先祝各位新一年馬到功成，身體健康，如意吉祥。記住睇到最尾，讚好影片，迎接好運。今日係農曆大年初一，亦係彌勒菩薩聖誕。彌勒菩薩又稱彌勒佛，係釋迦牟尼佛之後下一位將成佛嘅佛，因此亦都稱為未來佛。因緣成熟嘅時候，彌勒菩薩就會嚟到人間成佛。咁幾時先至係因緣成熟呢？基本上就係當人心向善，願意接受教化，彌勒佛就會嚟。當人心混亂、煩惱重，佢就暫時唔嚟住啦。因為混亂嘅時候，修行難度係非常高嘅。再簡單啲講，就係人嘅心念，心中有慈悲、有歡喜，一心不亂，佢就已經嚟到你嘅心裏，等你隨時去修行。咁你嘅彌勒佛又嚟咗未呢？祝福大家馬年心想事成，好運連連，人強馬壯，福運加碼，豐盛滿滿，六時吉祥。